客家天时年土台系年，草案部在苗栗通化公然几行的收银费，突然来清水系大量的动作嘅重要冉冉，强下老乡亲类欣赏年嘅精彩片段，还分享了普喜嘅心得。 客家天时喜出年系改编自中日嘅小说，内容讲嘅系客家县民5林峰来到台湾在苗栗公馆开出亚洲体育照有奖嘅故事。男主讲中山位自家就系苗栗人，也把有机会参加年嘅演出，客家系讲下话，既然起来客家什么？ 所有的人，我觉得不包括不止客家人、闽南人、原住民，只要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人，你都应该看一看我们以前的祖先是怎么在这一片土地打拼的。现场乡亲看过后，对戏出系动恶脑，经讲转去天才的好好完整看一遍。看个当好看啊，哎。我有，日日就要看了，哎，要支持人客家天使团，尤其人西演呢，哎。 因为年大部分系在苗栗人起家，让中刘金峰为了鼓励天时天阳来到苗栗拍片，带动地方观光，还提供了动优惠嘅补助方案。同时，我们为了要奖励我们的这个电影能够在苗栗来拍，所以我们苗栗县政府也做了一个计划，就是只要能够经过我们审查通过，我们县政府就补助一支片子，但是1年只有一支，一支片子是2000万。 客家天时推首批的3年嘅年，在重建老府中方面独栋重视，希望做得完整呈现了客家嘅童年故事。客家年劇也會在27間日正式放送。客家新聞楊瑞諾苗栗報道。